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，繼續同大家跟進大埔宏福苑大火聽證會，今日進入第二日。上一日講到棚網造假，巡查前預先通水，已經夠離譜，點知第二日爆出嘅內幕仲要恐怖10倍。聽證會披露，宏福苑嘅消防系統包括火警警報、消防龍頭同喉轆，原來已經關閉咗超過半年。根據消防處規定，每次關閉消防裝置唔可以超過14日，但係承辦商中華發展工程每14日就申請延期，前後申請咗16次啊，大佬！消防處竟然從來冇提出過質疑，全部直接照批。杜律師質疑中華發展嘅報價單已經寫明消防系統要停用1年，佢哋有冇考慮過點解要停咁耐？消防處又有冇留意到呢個系統其實已經被關閉咗半年？定係佢哋一路都假設系統運作正常？更離譜嘅係大火前1個月，宏泰消防去換消防山掣，打開水閘測試，發現消防喉一滴水都冇，佢哋先發現原來水缸冇水。大火前1個禮拜，佢哋又發現火警警報系統被關閉，管理公司話觸電，所以關咗消防泵電掣，但呢個電掣係控制成8座大廈嘅火警警報電源，即係話成個屋苑嘅火警系統根本係形同虛設。居民張女士聽到呢度忍唔住哽咽，原來自己身處喺咁危險嘅地方咁耐，晚晚瞓覺，原來係咁危險。第二個離譜位，發泡膠封窗問題。聽證會披露，承建商宏業一早知道發泡膠有風險。2024年6月嘅工程會議記錄顯示，顧問公司鴻毅嘅代表已經提醒，如承建商堅持使用，必須考慮風險，但宏業佢哋照用。管委會主席徐滿金同宏業董事何建業嘅 WhatsApp 對話仲恐怖。徐滿金問可唔可以用冇咁易燃嘅物料？何建業答：即使冇咁易燃，都不能擔保阻燃。如果訂到，有機會可轉用，即係話佢哋知道有問題，但照用。結果呢，大火期間發泡膠封窗遮住居民視線，令佢哋唔知外面情況，影響疏散。居民多次投訴，消防處去巡查，發現一定數量發泡膠板，但竟然話不屬其管轄範疇，即日結束調查。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嘅古小平仲聲稱，問過屋宇署顧問，獲告知發泡膠唔屬建築工程，唔需要符合阻燃要求。但嗰個顧問之後否認，話佢冇講過。你話咁依家算點啊？第3個離譜位係後樓梯嘅生口問題。聽證會披露，後樓梯窗戶被拆除，改裝成俗稱生口嘅通道，俾工人出入同運輸物料。正常應該用鋁板做，但佢哋話鋁板成日爛，所以改用木板。杜律師指出，用木板做生口，大大增加火災風險，破壞逃生梯嘅原有功能，直接違反物料耐火性規定。但房屋局 ICU 承認，佢哋只係做隨機文件抽樣檢查，冇去過實地睇過，所以根本冇發現違規。勞工處仲話，屋苑樓梯係屋宇署同消防範圍，佢哋缺乏專業知識，識別唔到違規情況。又係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經典例子，咁即係點啊？冇人需要負責啊！聽證會仲揭露咗招標過程嘅嚴重問題。工程顧問鴻毅嘅唯一註冊檢驗人員吳躍，本身係太古地產全職員工，只係 freelance 形式做呢份工，每月收1.5萬，只負責簽署表格同檢驗報告，根本冇實際參與維修工作。杜律師形容佢明顯係橡皮圖章。更離譜嘅係，鴻毅篩選承建商嘅分析報告被發現篡改內容，例如將某公司嘅法律訴訟記錄刪除，令佢由冇評價變成首選。有職員問點解？董事黃合賢話唔使理會，繼續用最新版本。警方情報仲顯示，少數三合會成立顧問公司，同承建商之間充斥貪污同秘密共識。杜律師指出，市場存在圍標集團，有清楚運作機制，顧問報價遠低於成本，好大機會涉及利益輸送。競委會嘅開案陳詞都提到，有一批相當數量承建商長期存在廣泛同系統性嘅圍標操作。
居民何先生聽完中場休息時直言，整個招標過程由一開始已經係一個大騙局，全部都係佢哋嘅人，整個都係圍標操作。佢仲質疑火災第二日，政府已經將宏業從招標妥名單刪除，點解要刪除？應該要解釋。居民張女士聽證會後哽咽話：屋企被人燒咗呢幾個月嘅苦難，但係我哋咩都做唔到，我可以點做？佢話居民早就感受到大維修有問題，但投訴冇人理。每一個地方每一個關卡都係唔係諗緊點樣唔關佢事，係諗下呢件事發生咗，係諗下點樣關你事。你今日聽到啦，所有嘅嘢都係話點樣唔關我事。佢仲話1997年前每個部門都會執法，唔知點解我哋嘅部門越嚟越唔執法，市民只被當成人球，我哋只係玻璃。屋宇署、民政總署、市建局、居民投訴咗，結果係點？屋宇署話宏福苑係房屋局 ICU 管轄範圍，民政部門將投訴交返俾被投訴嘅管委會，市建局收咗7封電郵，冇實質回應。居民要求重選管委會，民政總署有權介入失效樓宇，但最終只係發咗4封勸喻信俾時任主席，提醒佢履行責任，冇執法，冇跟進，冇人孭飛。第二日聽證會揭露咗成件事嘅全貌，消防系統關閉半年，冇人理，明知發泡膠有風險照用，後樓梯用木板做牲口，招標過程圍標舞弊，工程顧問係橡皮圖章，黑社會可能介入事件，居民投訴石沉大海，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，一場5級大火奪走咗168條人命，包括英勇殉職嘅消防員何偉豪。37個家庭失去2個以上成員，有夫妻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，呢啲唔係數字，係活生生嘅人命。居民何先生講得好，唔係天災，一半以上係人禍。居民張女士更直斥，宏福苑只係話俾你知香港係有問題，再係咁樣落去，好多嘢都會發生，唔係淨係宏福苑呢件事。你話呢件事離唔離譜？失唔失望？168條人命。大家又點睇呢單離譜事件？你認為邊個應該負最大責任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。感謝各位嘅支持。